好，来继续来看，民进党的立委王义川进行指控，讲伊去互人军中偷袭。即摆阁有平面媒体来压料，讲军中偷袭的集团，疑似就是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指挥的。甚至进前监察委员洪批评蓝山用公务车相关的相片，嘛是共一组人翕的。王义川话讲会告到底，民众党是来回应讲，这就是抹黑，讲这款的抹黑，就是政党、检察官、媒体一条龙的手路。指挥狗仔。 跟监政敌根本就是狗仔仓。规北督会愈讲愈受气，针对民众党主席黄国昌、民进党立委王义川正前亚康，黄国昌可能就是军队摄影集团的主谋。不过，即马阁有新的线索。根据平面媒体报道，黄国昌熟悉公营媒体 S 记者，负责调集其他的摄影记者。保定期伫台北市办公大楼开会，黄国昌嘛定定出席。正前王义川亚康姓李的曾助理是负责行政。 所传出军队摄影集团上车要挖6、7个人。今天媒体报道的那几位狗仔，他们的姓跟不起诉处分书里头的4位狗仔姓是一模一样。我接下来会跟律师决定，我们会对黄国昌这个集团提告。 会大发要提告批评已经是系统性监视政治敌人。平面媒体对早摕到黄国昌甲摄影集团伫2023年的对话记录，伫一个工作群组，黄国昌先标注姓林的记者问状况安怎，所谓 S 记者等人拢回报，黄国昌就爱集团收队，佮讲辛苦啊。种种的指控，民众党回应，即马救灾不足，这款的抹黑只是中央党检媒规套的部署，为中央都放出菜，甲重点转过。不过，伫咧今年5月。 迄当阵，监察委员一直互人亚康南输公务车，传出就是共一组军队摄影集团翕的。包括2022年9合1大选，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，互徐巧芯亚康甲病院的高层行真晏，如今即马嘛牵入摄影集团的争议。 徐巧芯驳回，迄当阵根本无熟悉黄国昌，来源嘛毋是因讲的安尼，只要确定是事实，伊就亚康。摄影集团的争议是直直发酵，真相要搁等待厘清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